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不讲投资，来带领大家呢来看看北台湾最古老也最赚钱的一条步道。我们这条彰志西路从大汉溪到大甲溪哈，那全长主轴线270公里，那加上路网的话超过400公里哈。那这一条古道是台湾目前为止最长程的这个自然步道哈。我们彰志西路大概也是台湾第一条跟国外的长途步道结盟的一条道路。这个是韩国济州偶来步道第15号步道的这个标志哈，两边就是在这边结盟哈。那这一条路是一条向不同族群的先人致敬的一条路。好，我们就共同一起来探索我们的百年古道的传奇。这一段就最原始的都是就地取材的。那有的是把原来的石头把它劈开，有的就是用劈开的石头去把它铺起来来，社长，我们来做一下好，这个早年我们这一条路最早其实是塞夏族、泰雅族他们往来于猎场之间的猎径那么在客家的先民来了之后，那时候最主要大家是来这个取樟脑，所以这条路呢就变成是运送这个raw material 这个原始材料的一条流汗的路啦。这个是一条台湾非常有经济价值的步道台湾的樟脑一度占全世界70%。那我们一年最高的时候大概有1亿美元的外销创费靠樟脑樟脑是可以做药强心用那当然它最主要的功用是做一个等于是当年的石化原料。那它把樟脑提炼了之后，它可以做赛洛洛片。所以我们看到早年的那些老电影那个就是用我们台湾的樟脑片啦当然早年这个因为进来的时候开发的时候还是族群之间有冲突其实它也是一条流血的路。每次我走起来都觉得是向我们的先民致敬樟树在泰雅族叫 Rakus 那这个在塞夏族是 Rocknus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那就叫 Rocknus 那客家话西路就是小路径西路，所以呢我们就用 SELU 去拼音所以我们的英文名称就叫 Rocknus 西路好，我们休息够了可以了。好，来那个我们就继续走了。好，来，请。社长很会冲你们是用跑的嘛我没这个体力这个其实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从下游取来的石头。我们走了一大段的路从山脚下非常陡的地方走到这边来，那地形突然有点不太一样不知道社长有没有看到？这个感觉上以前有过开垦的遗迹没有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用石头砌的多坎那这是一小片的梯田。那在这个深山里面那所有的居民要想尽办法求生存。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很深的这个山谷那日照数不足，但是我们的农民还是在这边劈垦出了水田。我经常这样在山里面穿梭这个跑过的地方大概都很难找到有历史遗迹它有100年底蕴我相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山上呢其实还有古代爱寮的遗迹，那爱寮的那个基础的石头都还在，所以我们讲那个爱永线这个以前的这个族群冲突的这条界线，好像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但是我们到现场就可以看得到。所以彰志西路上很特别的就是，像这种人文的史迹其实是很多。对，这个不容易了有历史的古道。对。我们这样走到这里来，还可以接到下一条我们水在下古道嘛？是，我们往棱线走了以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水在下古道也是非常精彩有故事的古道。好，我们出发。好。
这里就走到了这个水寨下的入口了。好，在这之前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都没有人走了哈。那早年这个平地的道卡斯族到斯坦找塞夏族的亲友，就是走这一条路哈。去年我们又邀请了非常多的朋友哈，因为我们就地取材，找在地的石头、原地的木材啊，那么根据研究出来的传统的功法啊，又把它恢复了。到这个地方开始，我们就进入自然步道的这个阶段了啊。我们这一段又看到一个手作步道的一个这个成果哈，那我们就从附近有很多枯木倒下来了，我们就把它锯了以后哈，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旁边用这个细的基桩巩固啊，基桩巩固，那把泥土填起来。当然有些地方需要用石头去补，因为让水啊容易泄出，它反而是比较好维护。所以手作步道其实是非常的这个耐用的。这个手作式步道它最大的好处，就它跟天然共生，然后你能够就地取材，能够尽量用传统的工法，这个是维护大自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施工的方式。如果它是一个原始的山道，你打赤脚走在那个泥土上，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哦。当然它会随着岁月腐烂嘛，哈，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哈。所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手作自然步道，那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态教育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穿山甲的洞啊，那看起来应该用了一段时间，不新鲜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野兽互相追逐的这个路径了哈。所以手作步道对动物的这个还原呢，还是比较善意的了哈。我们走到这边呢，这里就是瀑布了哈。那瀑布在客家话就叫做水灾耶啊，所以我们叫水寨下古道啊，就是因为这个瀑布而命名。我们早上哦，经过这个明凤古道啊，你可以思考我们这个100年来哦，你看我们从樟脑开始，然后这么多的先人他走这个古道，它有经济的价值哦，所以大家在这边这个赚外汇哦。那这个是有历史的一个步道。当然，我们今天再到水寨下古道的时候呢，又另外一种不同的一个样貌，非常原始的一种步道哈。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动物还是可以在这边栖息啊哈，这种原始风貌，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我想诸位花了很多的功夫啊，去把漳之细路这个几个路段能够用手作古道的方式，把原来被遗落的一些古道重新再拿回来，让大家重回历史的这个遗迹的记忆当中啊。我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哈。外国有非常多的朝圣步道。那我觉得，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个客委会能够从龙潭的大汉溪一路到东势哦，把漳之细路呢完整的把它呈现出来。你不要去朝圣，你来这边朝圣呢，我想这个就最好的步道哦。这一条路以前的祖先曾经挑着茶走过，曾经挑着山上炼出来的樟脑走过，最后啊到大汉溪上了船，从淡水出洋。他可能运到阿姆斯特丹去，可能运到伦敦去、东京、纽约啊。所以我们走在山上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走在一条跟大洋联系的一条动线上啊。那么我们的脚步啊，跟着他们再走一遍，我觉得的确是一个朝圣之路。这个漳之细路值得大家来好好走一遍。